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咱已经过着4礼拜大降节，期待主耶稣来降生，也伫即个中间点4支蜡烛。请问第5支蜡烛当时要点？有人举手吗？第5支蜡烛当时要点？今天晚上。今天晚上。明天。第5支蜡烛，我毋捌点过。常常第5支蜡烛拢摆伫遐，因为4支蜡烛是伫主降生进前4个礼拜，一礼拜点1支，一直到伫今仔日，拄好是礼拜日。然后圣诞节是当时，明仔载应该讲搁较准的，就是今仔日半暝12点，然后要搬过迄个12点的时。伫迄个明仔载透早12点过，要点迄个第5支的蜡烛，但是我毋捌点过，因为通常伫教会内底，咱咧庆祝、咧期待，拢干那到4支蜡烛。啊，若是第5支蜡烛是当时，就是讲伫圣诞节迄天的时，若有礼拜才伫迄个中间来点。但是今仔日咱伫所读的经节内底，你读到啥物？今仔日伫咱圣经节内底，你读到啥物？耶稣要降生的福音，即个好的消息是通过什么人传播出来？天使。然后通过读的经节，阁有一个真特别的人，叫做顾羊的人。顾羊的人伫地顾羊？旷野。顾羊的人敢是盖高尚的人？顾羊的人顾的羊敢是伊的？通常拢毋是，因为主人毋免家己去顾羊。主人拢叫啥物人去顾羊？请人去顾羊，请迄个需要伫生活顶悬出劳力的趁食的人去顾羊。所以头家家己毋免顾羊，顾羊的拢啥物人？拢劳工，是毋是？我毋知影你是头家还是劳工。但是今仔日咱所读的经节，互咱搁一摆来看见，咱伫即个中间主降生的消息。是天使，然后顾羊的人传播出来。但是传播出来时，因所讲的是有一个婴仔，有一个记号是啥物？用布包咧。请问缀一个婴仔出世无用布包咧？我想咱家己的囡仔出世，大概拢有用布包的，咱袂去互看着。但是佫一个较特别的是，伊倒伫地。啊，若是阮祖囝甲伊比起来，阮祖囝长的眠床应该是比伊佫较好，比马座较好。迄个马座检采就是一个咧互啉水的，互迄个精生啉水的一个座内，然后互伊当做一个床，然后伫迄个中间做记号。我想咱今仔日所读的经节是一个真好真水的画面。但是咱知影，基督教伫一开始在流传，通过耶稣的教师，伊的12个学生，伫遐来传的时，基督教伫早期并毋是一个真欢迎、受大家真喜爱的宗教，因为基督教有一个真特别的言论，叫做啥物？基督教所讲的有几个上帝？基督教所讲的只有一个上帝。虽然咱会讲三位一体，但是即个独一神论，甲当初时罗马因所有的宗教的观念完全无共款。安怎无共款？罗马即个帝国，伊对各方面宗教的态度是非常，叫看卖宽容，还是真严？真严是安怎？罗马帝国对宗教的态度，事实上是非常宽容。伊尊重每一个民族因原来所敬拜的神，所以伫罗马、伫希腊、伫罗马，伫迄个时代有一个殿叫做万神殿。但是基督教敢有愿意将即个神放伫万神殿内底？无。因为基督教对头到尾拢无承认别的宗教、别的神明，基督教是独一神论。
所以伫即个独一神论内底开始受迫害。迄款的迫害，包括罗马伊无愿意互基督教伫迄个中间会当光明正大的传，所以伫迄个中间有真侪冲突。伫早期第1世纪、第2世纪的基督教徒，伊若要聚会，拢爱伫啥物所在？2个所在。第一个是伫人的厝里，你爱定伫人的厝里，搁爱对后门入来。第二个所在，你要伫佗聚会，你若找无有一间厝遮尔大间，要伫佗聚会？伫蒙阿堡内底聚会。所以第1世纪、第2世纪，咱伫现在若去到约旦，还是去到土耳其，伫迄早期所看到基督教遐个基督徒所聚会所在，差不多拢是伫人的厝内，啊无就是伫蒙阿堡内底。因为伊伫即个中间，伊袂使真光明正大伫遐来传教。这是对历史背景来讲，但是是安那圣诞节，是安那基督教最后会变做一个真大的宗教，亲像规全世界将近要有一半的人伫迄个中间有听过即种的信仰。原因就是伫312年有一个王，伊也要烧战，然后伊伫一个穆尔维大桥，当伊前一暗要烧战的时，伊伫遐做梦看见异象，然后互伊一句话，听到一句话讲：借此记号，你必征服。这是翻译过的话。即个人是啥物人？君士坦丁。所以伊烧战转来，后来转去甲问讲：啊，伊看到一个啥物货，一个符号，一个地环的，一个直的长的，安尼加起来叫做啥？12架，拄好亲像即支。所以伊全将即个记号放伫伊军队盾牌盾牌的头前，然后伊伫325年全宣布基督教成做合法的宗教。然后伊伫354年，是咧，毋是，是354年，伊全定伫12月25号来定伫即个叫做圣诞节。但是12月25号，敢是耶稣的生日？应该毋是，应该毋是。但是真趣味哦，伫咱圣经内底，圣经将耶稣的死，当时死受钉死写甲足清楚，但是伊无记载耶稣是当时生。事实上，我想当初时，无论是早前的使徒，因是有才调去找到、去知影耶稣到底是当时出世，但是因无将耶稣的出世看作是一个真重、真重要的事。伊只有伫遐记载讲耶稣是对耶西的根，所以马太福音头前会当看到族谱，看到因的长辈是啥物人。但是12月25号是啥物人的生日？是当初时希腊、罗马，特别是希腊，特别是迄当时的君士坦丁，伊所拜一个神叫做太阳神。其实12月25号是太阳神的生日。伊全将迄天甲基督教的主耶稣降生的日子全甲斗做伙，为着要互济人接受即个基督教。然后到第380年，狄奥多西全宣布基督教成做国家的宗教。对迄当时开始，规个罗马就开始去足济的圣殿礼拜堂。我想咱中间有真济人真有机会去到欧洲，去到伫约旦，伫迄个中间会当看到真济无共款的圣殿。虽然真济所在伫尾仔真做是穆斯林的所在，甚至是国家的宗教拢改变，这是伫真济所在有真济无共款的变化。但是，毋是所有的基督教，毋是所有的基督宗教拢用12月25号正做圣诞庆祝主耶稣诞生的日。那是东方正教、东方正教，因所用的时间是1月7号。所以，请问，咱放圣诞假对当时放到当时，伫加拿大。
圣诞假对当时放到当时，12月25一定有放假，对不对？一直放到什么时候？1月8号，其中包含了1月7号。为什么？因为伊用这个圣诞假期，互无共款的基督教宗派，拢会当伫这个期间庆祝祝圣诞的日子。所以，毋是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宗教拢用12月25号，还是12月24号在庆祝圣诞。有的宗教是用1月7号，迄叫做主显日。所以，伫迄个中间是安那有即款的无共，因为因所用的年历无共款，甲咱有时啊，咱华人会用农历，迄款的历法无共款。但是有一项物件是共款的，就是当大家伫遮咧庆祝即个圣诞节的时，尤其是用一个十字架做记号的时，咱会发现，即个十字架记号是对原来是罗马帝国伫遐做刑具的记号，通过主耶稣成做荣耀的象征。但是趣味的是，伫早前罗马帝国所用迄顶十字架迄支十字架。长的形状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十字架形状也不太一样，伊其实较像一个 T 字形。我想这是咱今仔日伫遮庆祝圣诞节，但是咱会当看到有真侪物件，伫社会上也好，伫外口也好，伫即个中间真侪无共款的人用无共款的方式来庆祝。敢会记得伫咱旧年的圣诞节，有讲到我有用到一个影片。然后也真侪伫外口会当听到，伊讲圣诞节是一个甚物款的日？分享的日子。圣诞节是一个分享的日子。旧年咱看迄个影片，我毋知影敢阁有人会记得。旧年咱看迄个影片，伊所要分享的就是糖仔饼。所以迄个影片是甚物人拍的？做糖仔饼的公司拍的。所以圣诞节是为了什么？分享。所以你若无买圣诞礼物的，你爱赶紧去买；你若无买圣诞糖果的，你爱赶紧去买。因为圣诞节是分享的日子。但是圣诞节也是基督教是安那行到尾啊，最后会成做一个真荣耀的象征。因为基督教会当扩展到全世界，甲政治有关系。若讲到政治，有时啊，互人一个真无好的印象，因为讲到政治所牵涉的，就是权力，所牵涉的，就是利益，所牵涉的，就是较无好的物件。但是伊政治也利用基督教的特色，伊有一个排他性。咱头拄有讲到，基督教有几个神论？独一神论。所以，伫即个中间，伊用伊的排他性、基督教的传播性，还有专一性，要帮助统治广大的帝国，就是当时候的罗马帝国。所以，罗马帝国伫迄个中间，全举起一个口号，叫做一个皇帝、一个帝国、一个宗教。伊用这来控制人民，然后用基督教。成做人心内软弱欠缺的安慰，但是真趣味的是安那伊会用基督教来成做伊的国教。拄起头拄仔有讲到，讲迄个皇帝伫烧殿进前看到迄个真特别的记号。拄起迄个以外，伊嘛发现基督教的救赎论，所讲的救赎论就是救主耶稣降世做人，伫咱的中间，然后伊成做迄个。羊羔替咱死，所以咱的罪得到赦免。用即种的救赎论，互真侪人民得到安慰，互人民伫生活中间重新充满着盼望，然后也看见着教会组织甲救济机构伫即个中间会当帮助帝国的军机。讲到遮，敢有互人感觉咱对基督教足失望？原来咱伫遮亲信足久的基督教。是伫即款的情形内底传到全世界，但是我想，这是互咱来了解咱所信的是啥物。
然后伫咱生活顶悬重新来思考。因为基督教，因为其政治的关系，所以互即个基督教成做世界的舞台，也成做荣耀的上帝。但是今仔日伫遮，我要搁甲一摆，咱大家做伙来思考。若是安尼，耶稣降生对我、对你，到底有甚物款的意义？我想伫即个中间，除去看见荣耀的基督教以外，咱也重新来思考。上帝救阮透过伫旧约咱所写、所读、所看见的，因为救主耶稣的基督，互即个救恩本来对犹太人会当行到全世界，然后即个上帝救恩的路径，对本来爱亲像犹太人去遵守礼仪、守安息日，行到因信称义。所以，互每一个人伫即个中间，只要你愿意相信，你相信即个救主要伫你的生命中间，要来成做一个美好的开展，人就伫迄个中间来受到头绑。我想伫即个中间，要大家做伙来分享一件足重要的代志。基督教的传扬速度上紧的时，拢毋是伫即群人民。也是即个国家上介好、上请赢的事，意思就是，基督教的传扬足紧，是因为有真侪人生活伫苦难的中间，想要看见上帝的光来得到头办。所以，当咱看见人伫受苦、艰苦的中间，需要一个望的时，救主耶稣就成做咱的开展。成做咱人生的一个出口，但是真可惜，人真容易袂记即稳定，所以真侪国家、真侪团体、真侪人民，甚至包括你甲我，伫即个中间会因为咱生活来得到头办，得到好过，来咱向上帝所恳求的来得到应验，得到实践。所以，咱伫遐来袂记主耶稣伫咱生命中间到底捌做过甚物？咱会当看见真侪先进的国家，原本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，慢慢行远，真侪人毋捌主耶稣，甚至是伫北美，原来是用基督教来立国的国家，最后所看见的圣诞节是剩圣诞老公公。但是真少会当去听见到救主耶稣。有真侪时，基督教互人通过政治，后来通过商业，将即个圣诞节来铺起到真悬的所在。伊伫遐提醒人爱过圣诞节，为着政治的利益；伊伫遐提醒人爱过圣诞节，为着商业的利益。但是今仔日我永远要伫遮向咱大家讲，我伫遮提起圣诞节，是为着遐个犹搁伫艰苦的中间，犹未头放的人。因为主耶稣降生所要分享的，毋是荣耀，是平安。主耶稣伫即个中间，要搁一摆来提醒，伫咱中间，也是伫即个世界上，犹搁有人伫受苦的中间的，伫艰苦中间，犹搁咧找出路的。主耶稣是人生一个真好、真大的出路。主耶稣所要分享的，毋是荣耀，是平安。什么人需要平安的福音？伫遮我要用4种人来看，有4种人需要平安的福音。第一个是社会体制压迫下底的人，遮个人包括中低收入，遮个人包括伫社会主义、伫社会体制要救济，但是无够资格的人。意思就是有真侪人伫即个中间有欠缺、有需要，但是伊却失去伊会当得到帮助的所在。即种人真侪会当互人看见，最后有可能会成为街友。所以伫过去伫台湾做社工的经验的中间真趣味。
真正是中低收入户的人，伊会当对政府来抢到真侪补助，所以伊的生活还阁不止啊会得过。但是真正可怜的是啥物人？是迄款无够价值、无够可怜所领袂到补助的，伊却有真侪的负债伫遐等伊要来还。第二种是伫道德礼仪束缚下底的人，即种的人，包括离婚的人，即种的人，包括伫伊生活顶悬无爸无母的人，即种的人，包括伫工作上分做尊贵卑贱的人，然后伊所做的检采毋是上界高尚，但是却伫道德礼仪束缚的下底，无法度得到头望的人。什么人需要平安的福音？是伫人际关系受人排斥的人。人甲人之间需要朋友，需要互相接纳。但是有的人伫人际关系中间无法度处理到真好，所以受人排斥。即款的人有可能发生伫家庭内底，即款的人嘛有可能发生伫公司内底，即款的人嘛有可能发生伫厝边的中间，即款的人嘛有可能伫咱的教会内底。所以伫遮，什么人需要平安福音？有另外一种人需要平安佮福音，是因为伊家己伫伊家己的个性、脾气内底受限制。伊明明知影无应该安尼，但是人的个性，互人无完美。伫本我、老我的限制的下底，互人看见有真侪人伫遐来受到人的误解。什么人需要平安的福音？伫咱中间也好，伫外口社会也好，还阁有真侪人，伊的心内无得到头望，心内还阁咧受压制的人需要福音。但是亲爱的兄弟，要伫遮甲咱来提醒，基督教的圣诞节所带来的，毋是天顶的荣耀尔。基督教上界重要所带来的，是通过伫天顶上帝的荣耀，要赏赐伫地面上的人，互伊有平安。所以，请咱来会记住，咱不只是伫即个中间来欢喜过圣诞，搁较重要的是，互你的心得到头望。过圣诞节，敢会当互咱所有的困难一摆消除？我想袂当。但是咱伫即个中间，爱重新学习一项物件。主耶稣当你降生为着我来出世的时，我要将我受苦、艰苦、流目屎的感觉，拢总交互你。恳求你赏赐你对天顶落来平安，甲我三甲伫地。伫即个中间，伫圣诞节的即个中间，咱所需要的是提醒咱家己。你毋是上界悲惨的人，因为有救主耶稣愿意为着你来降生。请你将你所有一冬内底负面的感觉，重新放下。请你伫新的年度有新的愿望。请你继续伫你跑走袂完的路站继续迈进，因为主耶稣降生的日子，要互咱有重新的开始。你的苦难无结束，你的目屎还袂煞，你所受的苦无法度伫即个中间一尽消除。但是咱要有重新的愿望，咱家己讲，靠主耶稣，我要哪行哪有力；靠主耶稣，我要哪行哪用兵；靠主耶稣，我要继续行我头前的路站。愿咱伫圣诞节的中间互相来提醒：圣诞恭喜，耶稣听你。咱做伙来读一摆：圣诞恭喜，耶稣听你。
请你爱记日，耶稣听你。圣诞恭喜，耶稣听你。咱三甲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赏赐主耶稣，真做阮的救主。当阮还搁咧面对阮人生的难处甲困难的时，阮搁一摆伫即个中间来庆祝主耶稣你的降生。主你的降生，无一定将阮所有的难处一尽排除，但是阮要将阮心内受伤的部分交伫你的手中，向你来讲，主啊，替阮担即个担。阮要恳求你，搁一摆真做开力伫阮的心内，互阮勇壮，互阮继续坚持，互阮无放弃行头前的路走。主假使阮有甲人无好好的，求你教示阮怎样甲人和好。主假使阮甲阮所亲爱的亲人有还袂讲真的话的，主求你帮助阮有开力，来讲出阮心内的话。主假使阮伫阮的生活顶悬有真侪难处，甚至阮看见是阮家己的限制，阮家己的软只只有阮家己知影。总是阮心内软只只有主上帝，你会当通过主耶稣来扶持甲帮助。主啊，就伸手牵阮的手，来行头前的路走。主当所有的人伫圣诞节中间来庆祝，属伫天顶上帝荣耀的时，阮要恳求你，荣耀一切归伫天顶的上帝。总是伫地面上，阮人所需要的平安，赏赐互阮。求你，互阮伫即个中间咧庆祝圣诞节的时，是拄起阮心内野心甲软只，阮的心还搁咧流火。主啊，安慰阮的心。阮的目屎还袂干的，主啊，拭去阮的目屎。阮头前还有艰难的路要行的，主啊，牵阮来行，互阮无软脚。主，当阮头前还阁有真侪选择需要阮来决定的时，主啊，赏赐阮智慧，互阮伫所做一切结益，通利益你的名。主，求你伫即个中间，甲阮三个伫地。愿今仔日每一个人，通过点着大港节第4支的蜡烛，你要甲阮启示你的仁爱，已经伫阮的中间临到伫阮。主，阮要领受，我要伸手领起你，正做阮的救主耶稣，互阮继续跑走头前的路程。愿你的名伫阮的中间得到高举。愿阮人所行袂尽的道路，有你正做阮的牧者。愿阮伫所行的路顶悬，阮学习学乐甲感谢。伫苦难的中间，也要看见主你的荣耀，甲阮三甲伫地。愿安尼祈祷恳求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